6月18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真心嘅人啊，每一件事咧都打從心底裏希望件事好，希望嗰個人好，你係靠得住，好聰明，好識得照顧人，所有嘢咧都好似難唔到你咁樣。你好中意學嘢，亦都好中意教人，係一個全能嘅領導者，重視團隊嘅和諧。但係由於你嘅個性唔服輸，亦都唔中意去求人，好多時咧會壓抑自己嘅情緒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嘅形象咧好知性，亦都好清新，好受人歡迎。對於隔離嗰位咧有好高嘅要求，你會中意一啲知識好豐富啊，可以帶領到你嘅人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好重視家庭，最大嘅課題咧係可唔可以同你嘅另一半吐露你真心嘅心聲。而喺性嘅方面咧，你會着重心靈嘅交流多啲，但係唔好唔記得啊，性喺一段關係之中咧，亦都係非常重要嘅一環。而喺財運同埋事業方面，你個人好值得信賴，上司同下屬咧都非常之愛戴你，你嘅協調能力好高，真係會聽下屬嘅意見或者係客人嘅意見，頭腦好清晰，亦都有強大嘅行動力，所以每一件事咧都可以完美咁樣完成，做每一件事都好負責任，所以你嘅聲望同埋你嘅評價都好高。而你嘅財運咧亦都非常之穩健嘅喎，你個人好有上進心，所以每一點一滴嘅財富咧都係你自己累積而成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又係啦，愛自己啊！好多時咧照顧身邊嘅人，又或者顧及人哋嘅感受嘅話咧，就會忽略咗自己嘅感受。先將嗰份愛留翻俾自己，體貼自己先，真正嘅愛咧先會自然咁樣湧現出嚟㗎。